再来看桃园的消防车的数量是6都内底上少，其中有7个分队配额拢无够，有的嘛已经是15吨以上的车咯。新界处是要求讲爱改善。消防车出动拍火，桃园今年1月7日到目前为止，火灾的总数量包括报了唔着去，讲白贼的出勤的数量是3060件。根据统计，6都消防车的数量，新北上济有723台，桃园敢若396台。去有新界处讲是6都上少的，要求大爱改善。桃园是工业大城，工业区厂房林立，加上大楼林立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救灾设备不能够出了事再来事后寻求改善。虽然桃园市的消防车辆有达到法定的标准，但除此之外，相关的设备及资源还是有短少不足的部分，是否要持续的精进？新界处的报告指出，根据内政部消防署去年底公布公务统计报表，桃园市消防局消防车有224台，救灾车83台，消防勤务车有89台，拢总396台。消防车实际配置的数量超过应该配置的标准。不过，桃园、中路、兴国、龙岗、青埔、大园、大潭仔等等7个分队拢无达到标准，或者是用15年以上的车来代替，分配无平均。建议市政府从这个需要的消防救灾的产业的多元性和数量2个方面下去着手。有关审计去年查核数据，本局皆已完成精进。本局2012年逾15年以上老旧消防车辆占本市消防车辆数量比已降至10%。消防局表示，目前桃园的消防车拢总有230台，已经有超过法定规定的189台。伫每1万人消防车的比例是6都排第2。卖持续做检讨，安算到115年，会买各种的消防救灾车差不多40只，强化消防救灾的服务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